Hello， 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收看我的頻道。今日嚟到安蔭村，揸我嘅自創路線242M，呢條路線係由安蔭來往青衣長亨村，主要方便安蔭村居民來往青衣各地，所以呢條路線係荃灣嗰邊嘅走線係非常直接。安蔭村一落嚟直接行青山公路經清泉橋離開，之後喺青衣慢慢兜，基本上可以服務到青衣90%以上嘅地區。方便安蔭居民去到青衣每個角落，呢條路線去到青衣首先會經清徑路前往青衣站，然後前往美景花園方向，喺美景花園迴旋處轉上青康路，再見涌美路落返嚟青衣警署，再經青衣村、楓樹窩體育館之後轉咗上青衣西路大斜路，再轉入長宏，再長宏兜一個圈，再落返嚟到達長亨村巴士總站。路程雖然有啲迂迴，但係就係方便居民去到青衣每個角落，仲有可能做到青衣區內客添。今次嘅首航用車就係 Volvo B9TL， 車牌係 MP7379， 車隊編號係 AVB6。呢架車雖然係用 Hanover 牌，但係今次就被改成 Gorba 牌。咁事不宜遲，而家即刻開始旅程。難道我可以扭轉宿命，重遇你一次？難道故事終結早已注定，無法制止？其實我不理一切挑戰，拼命時攀險峰千次萬次，沿路滿地布再次，也沒有在意，即使傷過無數次，仍會願意。最初漆黑裏緊張的碰撞，雷電重擊在一刻交錯，不安神情驚慌，幻覺驚嘆彷徨。然後某刻靜默時簡單的對望，然後發展逐漸的交往，兇險齊來抵擋，還會給我護航。是困咗，問題或變化不再可怕，去吧！難道我可以扭轉宿命，重遇你一次？難道故事終結早已注定，無法制止？其實我不理一切挑戰，拼命時攀險峰千次萬次，沿路滿地布着刺，也沒有在意，即使傷過無數次，亦會願意。無懼擱淺，在意流雨衝擊鍛鍊，無懼壓迫逆轉中改變，只想停留身邊，和你走每一天繼續上演，各的憑你在並肩，共同地奮戰，不再膽怯。難道我可以扭轉宿命，重遇你一次？難道故事終結早已注定，無法制止？其實我不理一切挑戰，拼命時攀險峰千次萬次，沿路滿地布着刺，也沒有在意，即使傷過無數次，亦會願意。不怕跌入恐怖漩渦，不懼不累就憑團火，哪怕這是禍，滴血都不會痛，未怕跌宕，衝破界限問誰能阻？你是我活着的希望，盼望有日會回到最初。難道我可以擺脫宿命，重遇你多次？還沒跟你相約他世再會，夢已化煙。無論要經過轉世千次百萬次，跟你的虛事不變。
達長亨村，大家應該係青衣段都睇到頭暈。不過的確係服務到好多地區。咁呢條片就到此為止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，多謝收看。